我是感觉讲烂面伫内底，因为可能做工要出来的人较侪，啊面伫内底食较饱，较会让鸡腰，所以才会烂面伫内底。好来，你我感觉你是牺牲哦。无，啊，为什么应该知吧？阮嘛是有所本的。哦，是。因为拄好吼，咱节目昨出外景，才拄去台南。啊，你有食到面的无？阮才拄去台南食因的润饼糕呢。是。啊，因为因掺遐糖足济嘛。对啊，油面的话一定要有原因。哦，你若讲干那是为着食饱尔，咱其实足济面行当。人更加食饱。对啊，一个啊嘛会饱啊。对啊，面的话长火烧代表久长。是。有一个理由伫遮啦。是。我嘛是感觉伊会靠着你。是。好来，紧的哦，即马真气球，假气球上尾啊！哦，好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后来，咱的日子靠你啊！你太坚强。无，来，请回。